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1日。以赛亚书50章7节安尼讲：至高的上主有帮助我，未受凌辱，所以我亲像石头，坚定面对一切。我知，我一定袂拄着见效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未受凌辱，也未拄着见效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有至高荣光的全能上帝，你是有慈悲怜悯的疼痛天父，主啊！阮来到你的面前，用谦卑的心来仰望你，主啊！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，阮的盾牌，也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主啊！求你保守甲坚固阮的心，主啊！当阮伫困难甲试炼中，求你互阮通伫你的内面来徛在，主啊！阮无要倚靠家己的困难，独独倚靠你来得胜。至高的主啊，你有帮助阮，未受凌辱，所以阮亲像石头，坚定面对一切。阮知，阮一定袂拄着见效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